你阿媽係漢奸，你老豆係走狗，你阿爺係賣國賊，你就係漢奸、走狗、賣國賊。冇腰骨嘅跪低，唯利是圖，見利忘義，漠視國家利益、民族大義，背叛同出賣全體中國人。唔知以為睇緊國產007啊！最後就叫成哥面對如此大事大義大節，有關企業要三思，好好諗下自己企咩立場，企邊一邊喎。文章一出震驚各界，除咗係因為出自大公報之外呢，更加係港澳辦首次轉載大公報嘅文章，而且措辭強硬，警告意味甚濃。長和嘅股價即時受影響啊！今日大跌超過6%，市值蒸發過百億。其實都好明顯㗎啦，喺呢個時間出篇評論，明顯就係要向長和施壓，要求撤銷單調啦。事關根據長和嘅公告呢，同貝萊德財團獨家磋商期145日，由3月4號達成原則性協議起計，期限呢係去到7月27號㗎。咁鋪成哥真係夾咗喺中間啊！賣又死，唔賣又死。點解咁講呢？因為賣嘅話，代表話唔聽中國話，有機會影響之後喺香港同中國嘅投資。聽大公報話唔賣嘅話呢，就即係俾特朗普講中啦。China is operating the Panama Canal, and we didn't give it to China, we gave it to Panama, and we're taking it back. 特朗普肯定會用自己嘅方法收返港口，而美國又真係有最新嘅動作喎。報道就話，白宮已經指示制定擴大駐巴拿馬美軍嘅方案，除咗同巴拿馬軍方建立更緊密關係之外，仲包括美軍以武力奪取巴拿馬運河嘅選項。事實上，官媒都唔係第一次去批評阿成哥㗎啦。15年，新華社轉發一篇題為別讓李嘉誠跑了嘅文章，批評佢走資。李嘉誠當年罕有咁發聲明，話文章文理扭曲，語調令人不寒而栗，深感遺憾。而呢執政嘅呢，亦都能夠對我哋未來嘅主人翁，亦都呢能夠蒙開一面。去到2019年嘅社會事件，成哥公開勸執政者對年輕人網開一面，當時就被中央政法委批評係縱容犯罪，亦都將動盪嘅原因歸咎去地產霸權嗰度。成哥回應就話啦，多年嚟已經習慣咗莫須有嘅指責，經歷呢2次之後，長和呢幾年喺中國同香港都冇穿冇爛啦。咁今次成哥面對官媒嘅發炮，又會點選擇呢？會照賣啲港口啊，定係唔賣？抑或係賣啲唔賣啲呢？就真係要考驗下佢老人家嘅 art of the deal 啦。今次條片就嚟到呢度，大家覺得成哥下一步會點做呢？呢單交易最終嘅結果又會係點呢？